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果子小组的林恩惠姐妹，很开心今天能够代表中保团队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年所经历主奇妙的带领跟恩典。我们今年因为在台湾我们有经历买房的过程，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家今年在买房的时候来透过中保代祷，我们有经历非常奇妙的带领。在今年1月份开始因为我跟我先生从香港搬回来台湾，也已经快要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开始预备在台湾买房子。那在小组里面，我们也有跟小组员来分享我们买房子的需要跟计划，那也请小组员来帮我们带导。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透过小组长的介绍，那也知道说我们教会的喜乐小组的建伟弟兄，那他是做中介的服务，所以我们也都跟他请教很多关于买房子的一些小细节。那从1月份开始看房子，一路看到6月的时候，大概每个礼拜周末我们都会去看房子。那一直看，也没有特别看到喜欢的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教会有代祷卡可以来填写。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加入中保代祷团队，那我对中保代祷的认识也不是很深，那只是知道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填写代祷卡。所以6月份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填写为买房子这件事情来填写代祷卡。那在代祷卡的上面，我就有填写向主求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台南的东区附近能够买到房子。那希望房子是大概700万左右。那因为我们有孩子，我们就希望能够是有电梯的大楼。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离教会很近。所以我们就在代祷卡上面写完之后，就凭着信心将代祷卡投到代祷箱里面。那一直到7月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小组的嘉怡姐妹，那她就在 LINE 上面传了一个房子的物件给我，然后就跟我说，恩惠，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蛮适合你们家，你可以参考看看。那我就点开来看，我就发现，这个物件我在不同的网络平台，我至少有看过10次以上，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动想要去看这间房子，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但是就因为姐妹的这句话，我就决定来请建伟带我们去看这间房子。那在7月13号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就到现场去看这间房子。那一到现场就发现，它的地点非常的好，就是在东区。那它也是一间有电梯的大楼。那它的价格也在我们的预算里面。那它离教会只要5分钟就可以到。然后我就觉得好奇妙，这个房子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适合我。那我们就到现场进去房子里面一看，发现这个原屋主他用心在装潢他自己的房子，所以他的用料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看完那个房子之后，我们当下就决定要来出价格。那在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把资料都预备好，那请建伟送出去。那建伟也跟我们说那我们就接下来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来求主带领。所以星期六的晚上，我跟我先生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就跟主说，主啊，请你给我们快的答复，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房子是不是你预备给我们的。如果不是，我们就要赶快去看下一间，因为看房子真的很花时间。所以我们星期六把资料送出去之后，星期天主日礼拜结束，下午的时候我就收到建伟的电话。那建伟打电话跟我说，恩惠，有一个好消息，屋主同意要卖给你们了。我说怎么可能？才1天的时间。那建伟就说，其实更奇妙的是在后面，这个房子其实有另外一组买家也在看，那这个买家还看了2次。而且他出的价格跟我们出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出价之后，其实对方有权利可以再加价，但是对方这组买家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里面回复要不要加价，于是屋主就在当天签下买卖合约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在星期六看完房子，星期天屋主确认要卖给我们，我们星期一
就到中介公司去签约。短短3天之内，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买卖的过程。所以真的是将荣耀都归于主哦，这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过程，让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里面看见他为我们预备，从小组姐妹的提醒，建委的协助，以及到最后整个过程，我们都看见主奇妙的预备在里头。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跑贷款的流程。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年贷款非常的困难，因为限贷令的关系，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贷到理想的成数跟利率。所以我就在8月份的时候，我就针对贷款的部分写了第2张的贷导卡。那在贷导卡上面，我也跟主求说，求主给我们能够贷到一个理想的成数以及理想的利率。在过程当中，代书也跟我们多次联系，请我们补资料。那也提醒我们可能需要加保人进去这次的贷款。那我们也预备心，想说可能这个贷款的流程需要跑2、3个月才会完成。没有想到在8月中，也就是我们资料提出去了2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银行的电话说，小姐，你的贷款已经通过了，利率也是你所需要最好的利率。而贷款的成数也是我们所预想的这样子的成数，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那个银行的行员还补了一句话说，而且你们不用加保人的资料了。所以其实我们就很快的在2个礼拜之内，让银行确认这个贷款的流程以及贷款的利率成数，然后不需要保人。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我在透过这2次的中保贷导卡，我真的看见祷告的力量以及奇妙，神在里面的预备就是这样子的，帮助我们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在这一次买房的过程结束之后，其实就在8月底的时候，我就加入了中保代导团队。那我也算是第一次加入中保代导团队，算是最之前的同工啦。所以很感谢慈宝老师这一次的邀请，让我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买房子的见证。那在此同时也跟大家提醒，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麻烦你可以到1楼，我们在1楼的大厅这边有代导卡来可以使用。如果你有需要请你也不要客气来填写代导卡。那我们有不同的代导卡可以选择，这个是蓝色，这个是教会事工的代导卡。那一般代导卡跟紧急代导卡是黄色的。那这个部分就是请大家自己选择。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的代导有应允的话，也请您务必一定要写应允卡。应允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让我们的团队都能够知道主真的是听到了我们的呼求。代导团队其实是主耶和华非常重要的军队，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当值的服事同工来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加入我们的代祷团队这个事工里面。每个礼拜只要线上1个小时，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代祷室里面跟神经历更亲密的关系，也可以透过这1个小时来为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献上代求。我自己在第1期里面代祷的过程当中，经历非常多奇妙的恩典。那也盼望有更多的同工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大而有力的军队。感谢大家。